下來繼續來講高雄的玉荷包奶雞，後禮拜就要開始大出，但是賊仔先下手咯。講這個大樹有幾啊場的奶雞園，煙鎖網仔互破壞，奶雞互偷辦去。警方喺昨深夜展開着保護奶雞的勤務，要來保住農民一年的心血。去機環網宣傳保護奶雞的行動還未開始，高雄警察半暝仔來到大樹區的奶雞園，摕手電仔四界照進入看，就驚賊仔擱走來買玉荷包。這個小偷他的習慣動作就是折上面。高雄玉荷包奶雞預計後禮拜開始大出，即馬大樹區開始有賊仔破壞鐵網仔來遮偷辦，有農民佇咧社群拋出去偷辦了後的比對相片。玉荷包本正後禮拜就當開始辦，去偷辦了後樹仔頂剩無幾粒，這是當地里長引導的過程園。後一禮拜也進，吼，伊就提早頭4天來壓。要偷啊？這數量？偷了70斤啊！伊準備賣200，就14000啦。種圍網啊，是為君主的啦，小人你嘛是要被解問嘛，解問入。聖誕的果子農阿嬤講，一張玉荷包產值差不多2萬到3萬3，賊仔破壞鐵網仔來遮偷辦，會真唔甘。年的量會比往年多，大概多了2成。同樣的等級是1盒1260，那麼今年是1200。結合義警、民防及守望相助隊等民力資源，並針對可疑人車落實盤查。警察講，買玉荷包的時間會加強宣傳嘴，保護農民的奶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